伊有一个讲法啦，嘿啦。嘿，你甲摕者不要紧，应该第二届。哦，伊头一字就是为什么伊会叫，就是因为内底有物件咧流动吼，内底迄个啥物件在流动？嘿，空气咧流动的时阵，叫做啥物？今年哦，诶，久哦，风铃，风铃，伊无风气铃啦吼。确定哦。来，老师是毋是风铃？唔对，唔对，哎呦！来，2位啊风，来哦，5、4、风丹风丹铃，哦，风丹铃哦，好，我来问看卖哦。风丹铃，风丹铃，好，来，老师是毋是风丹铃？唔对，啊，收红赞。啊，是不要紧，来，咱请老师来给咱解说哦。来，老师，啊，这个阿上拢讲了啊，你就是风后壁有一个第二字是单雷的雷啦，因为伊迄个声吼，诶，那吼啊，一个形容吼，所以伊的名叫做风雷。